多人在地前来看台中大甲的日南火车站，甲日本九州的日南车站结为姊妹车站，希望会当带动双方的交流发展。 地铁桥日南车站含取九州日南车站，这两座共平的车站，即讲伫咧大甲日南车站正式成做姊妹站。日本宫崎县日南市的市长嘛特别来台湾参加。次回はぜひ。 希望台中的民众，又或者是台湾的民众，也都可以到日本的日南车站去观光。大甲区的日南车站，到即摆已经101年的历史，是铁路海线，即摆阁有古早用茶器的车站，已经红列作是台中的市定古迹。借由这一次这2个车站的缔结，能够来增加更多我们双边的交流的活动。 这个活动有感动萨克斯风演出，地铁局讲，因为举办深度旅游，让旅客来台湾，还能看到毕竟景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